哋又揾到另外一條蛇啦。大家睇唔睇呢度有條蛇啊？睇唔到唔緊要啊，睇呢度。緊要啊，睇呢度。咁呢條叫落鐵頭啦，又叫魚矛頭蝠啦。咁其實佢喺香港個定位咧有一個謎嚟嘅。咁咧喺2002年之前咧就一直冇人發現過佢。但係02年咧有一條呢個品種咧喺香港一個叫企嶺下嘅地方發現咗。咁從此之後每年咧就陸續就開始有發現啦。咁究竟係因為佢哋分佈狹窄啊，定係真係有人喺放生之後歸化咗香港冇人知？但係可以肯定嘅，佢係一種好危險嘅同埋好富攻擊性嘅蛇類。佢而家咧，你唔好睇佢唔喐咁，佢咧同其他蝮蛇一樣咧，喺眼嘅下面有一個器官，一個撇啦，係咯，係可以探測熱能嘅攞嚟。咁亦都可以幫助佢哋咧喺黑夜嘅環境裏面咧獵死一啲哺乳類溫血嘅動物啦。哇！你睇下嗱，我靠近少少，佢都想攻擊我。同埋甚至有啲人講過，如果佢哋真係攻擊起上嚟，成條飛出嚟，個攻擊距離可以去到接近1米。所以其實我而家都幾危險，但係佢咧又唔係彈到太高。魚矛頭蝠咧，佢除咗喺陸地上面啦，佢亦都有機會喺樹上面攻擊，即係佢亦都可以喺樹上面生存啊，揾獵物，所以其實好危險。咁喺2004年左右啊，應該係咁啊，第一條即係生存嘅個體俾人發現咗啦。咁隨之之後咧，亦都陸續發現佢哋啦。哇！呢條一條成年幾大條嘅都已經，但係佢又唔係太過逃走，淨係想攻擊都，同好多歪牌一樣啦，靠保護色然之後突襲。所以你如果佢完全枯葉，我唔撩佢出嚟，真係睇佢唔到。所以佢亦都係香港毒蛇裏面咧毒牙最長嘅一種蛇，可以嘗試俾佢嘅毒牙大家睇下都。佢擘大個口啊！等陣小心下咧要。近少少呢個，睇到啦！見到呢隻毒牙，大家喺香港毒牙裏面最長嘅一條。如果咬到都好痛苦，佢嘅毒性咧就以你放翻去先。咁佢毒性咧就以血循毒為主啦。血循毒係咩嚟嘅咧？佢可以令你肌肉分解，所以如果俾呢啲蛇咬到咧，可能隻手係會溶咗啊！啱開隻牙收唔翻靚個位。咁雖然喺香港發現得少啦，但係咧，如果呢隻蛇咧喺台灣或者喺好多國內嘅地方咧，佢係傷人率好高嘅蛇。點解咧？因為佢本身佢脾氣比較暴躁啦，同有啲其他嘅蝮蛇唔同。佢一 sense 到有熱嘅嘢，佢就會嘗試去攻擊。就算無論係食物又好，或者只係行過都好，所以俾佢咬傷咧個機會咧係好大嘅。不過好彩香港呢種蛇就分佈好，即係數量好少啊。亦都其實幾值得去研究，究竟佢哋而家數量有幾多啊？佢哋究竟分佈個地方去到邊度啊？呢樣嘢其實幾值得去知道㗎。哇！呢條我諗佢其實都去到接近1米嘅呢條，差唔多成體嘅，睇佢可以去到幾長先。